新竹北埔的古老平房飘散浓浓历史味，国中就离开客家庄的彭梦辉重拾擂茶滋味，找回祖先遗落的记忆。因为整个生活习性受到很大的改变，所以以客家的传统这个东西慢慢就式微了。客家象征的擂茶原来曾经失传过，11年前一次偶然，朋友母亲端上正统客家擂茶，滋味至今难忘。然后一个大擂钵叫我放在大腿上面，拿一根棍子给我，就这样磨。你第一次喝很不习惯吧？超怪的，超奇怪的。四季豆炒芹菜、豆干、虾米，再配上香喷喷的玄米。彭梦会说，咸味擂茶才是正宗。就算懂得欣赏的客人寥寥可数，还是坚持保留最原始的香醇。所以人生道理哦，就是要排除万难。要喝上一碗擂茶，得先把芝麻、花生各式坚果磨成泥状，费时费力，汗如雨下。昔日客家女性得一手包办，而各种滋味等您亲自品尝。客家擂茶，当区用，这是海陆的海陆版。对，那四线版就是客家擂茶很香哦，客家擂茶很香哦，客家擂茶很香哦。